So Radio。人人都食兩餸飯，唔通人人都想食兩餸飯咩？起身擘大眼，樣樣都係錢。唉，一講起錢啊，就心煩啊！唔好搞我啦！一同老公講起錢，佢就起晒槓，條數加埋起嚟成10萬，都唔知點同佢講好。拍拖成日去旅行、睇戲、食飯，使錢好似洗手咁。啊，可唔可以同佢傾下拍拖慳錢攻略呢？理財健康唔等於戶口數字，從小市民到大師級，正面看待金錢，唔好錯失理財良機啊！神啊，既然人人都要理財，究竟點先可以講錢開心啲，理財正面啲呢？由錢入心，由錢開始。理財呢係人生嘅必修課，無論你喺邊一點開始，我哋請嚟高人啊，阿 Paul 入錢落嚟袋，歡迎你。係，多謝邀請，大家好。你介紹下自己好唔好啊？好啊，我就喺銀行做咗經濟師20幾年㗎啦，咁就3年前就提早退休啦。我有2個女啦，咁啊一個太太啦。依家就讀神學，同埋都多咗咧，就用理財嘅知識幫助喺教會裏面服侍，都個別同一啲弟兄姊妹去傾佢哋嘅財務問題啊。咁我亦都有啲講座去分享我呢啲嘅財務嘅心得，特別係同聖經方面嗰個嘅即係互相嗰個整合啊咁樣啦。嗱，咁啊喺我同阿 Paul 弟兄嘅交流裏邊啦，我對佢嘅認識咧就係咁嘅，佢係宏觀掌握呢個全球經濟，抱有長遠嘅眼界，又好落地嘅咁樣去細察到其實凡人啦管理金錢上面嘅一啲盲點嘅。嗱，今日咧阿 Paul 就同我哋講，佢依家都有負擔於理財教育啦，咁我期盼每位同學咧都可以透過佢已有嘅資源或者啲工具咧，為我哋自己嘅理財行多一步路嘅。你係一位經濟師啦，簡短咁樣講下，其實經濟師係做啲乜嘢嘢？而你依家由一個經濟師去到一個做比較個人化嘅理財教導嘅工作咧，係一個點樣嘅故事轉變嚟嘅？係嗱，就我喺銀行嗰度做經濟分析啦。咁其實主要都係會睇翻全球經濟發生咩事嚇，即係最新發展。咁嘗試咧解讀呢啲嘅發展有啲咩嘅意思，對銀行對客戶有啲咩嘅影響。咁對銀行咧作出佢嘅策略嘅調整啊嚇，各方面嘅業務嘅發展啊，咁即係有個參考嘅作用。同埋咧長遠嘅預測啊，我都要去猜一猜啊，究竟未來嘅發展有啲咩風險，有冇啲嘅機遇啊？咁呢個就係我工作上咧好多時去第一線面對一啲最新嘅發展。咁好多時傳媒訪問都會問我哋㗎啦嚇，最新發展係點樣樣？我試過一次，我訪問緊嘅時候，日本啱啱海嘯地震啊，咁佢即刻當堂就問啦，咁你覺得點啊？咁我哋即時就用一啲我哋即係一啲嘅直覺啦，去講一啲我哋覺得未來可能幾個影響嚇。咁所以慣咗咧，從一啲嘅事實當中去理解發生咩事情，然後一啲猜想未來嘅發展嚇。當然啦，我哋唔係即係憑空咁猜啦，嘗試係多啲嘅事實嘅根據，多啲嘅數據嚇。咁呢個係我個工作嘅本身嘅嚇。咁冇諗過咧，就係由呢個工作咧到個人理財，其實個故事都幾特別嘅嚇。因為我返嗰間教會咧就人好多嚇。咁由於我咧喺傳媒即係會受訪問啊嚇，咁變咗好多人都認得我。咁我咧就耐唔耐咧喺教會咧，有啲嘅基督徒弟兄姊妹啦，咁佢會見到我嘅時候就話咧，你又唔識我噶啦，不過我知你係邊個，即係你有冇時間可以坐低咧？我有啲嘢想問你。咁我又唔可以 say no 啊嘛，即係咁我就坐低。咁佢唔識得我嘅話咧，佢哋又好 feel free 咧，將所有嘅財務資料咧俾我睇嚇。咁我其實係有啲擔心嘅，即係我會覺得香港喺教會講財務會唔會出事㗎？係嘛？咁即係牧師問起，咁我點樣保障自己？即係我唔係亂嚟咧。所以當我傾嘅過程當中咧，我成日都提醒自己咧，我要用聖經嘅原則係去，即係其實係諗住點樣保障自己嘅，係去講。
咁但係傾嘅過程當中，我就發覺，咦唔係喎，聖經嘅原則其實喺整個傾嘅理財嘅過程呢，係好承托到嘅嚇，甚至好充足嘅資源。咁我就越傾越講，我就越覺得啊，聖經同理財嗰個整合其實係即係好落地，好幫助到嘅嚇。咁變咗呢，就傾下嘅時候，我就會諗啦，啊其實係唔係有機會有一日將呢一個嘅理財同埋聖經嘅教導有一個整合嘅分享呢？嚇，咁呢個就成為咗個夢想嚇。咁2016年呢，有一次嘅機會，其實同時間有2個團契就揾我就去分享呢個題目，咁我就膽粗粗就試咗一次，咁之後呢，就有啲嘅鼓勵啦嚇，咁之後就跟住，其實講到依家，我已經同過80幾間機構啊、教會嘅團體啊就講，咁都好感恩神喺呢方面俾我嘅帶領啦。我又 feel 到你都可以揾到好似第二個工作嘅照明嘅咩，係咪啊？完全係啊！特別咧，即係我其實呢個亦都係其中一個我考慮即係提早退休嘅原因，因為你發覺嗰個需要好大嚇，咁變咗我諗緊係唔係可以用更多嘅空間時間去呢一方面去研究同埋去分享咧，因為機會越嚟越大，同時要兼顧工作，其實係越嚟越困難嘅。咁又經過一段時間去考慮之後，同牧者傾都發覺都應該係咁樣做法。所以我嘅退休，我啲家人都覺得，咦？點解你退休同其他人好似好唔同嘅？有啲其他人好似要點樣去適應退休生活，但係你而家就好似仲忙過。進入第二個係啦，我成日同佢講噶啦，我話咧聖經裡面咧係冇退休概念嘅，安息主懷先退休嘅。神造人係俾人係有工作能力係用神俾我哋嘅恩賜去工作，咁所以我今日可以好純粹係轉工嘅啫，有揾錢嘅工作同一個咧就係服侍嘅工作，咁所以對我嚟講咧，你都聽到啦，其實傾呢個題目咧，我就係即係越講我越神采飛揚。想同你哋講咧，如果你喺錄音室入邊見到阿Paul咧，佢越講越同佢傾咧，係成個人都係好喜樂嘅。理財一小步，財富一大步。自己嘅工作係經濟師啦，咁由轉化去到，有好多弟兄姊妹嚟問你關於佢哋金錢嘅問題嗰時候，你就開始要整合。喺呢個過程入邊，你係發現，自己一路嗰個理財觀都係同聖經嘅教導相托啊，定係你會發現，有啲嘢加強咗喎，原來我一路做緊嘅嘢係咁，定係有冇一啲新發現咁樣？嗱，的而且確嘅就我嘅個人理財咧，初冇咁多嘅，係嘛？初都係咧，即係一啲簡潔嘅理財嘅原則嚇，我就唔係從聖經開始，係我覺得自己作為一個經濟師，我對特別喺銀行工作啦，對於理財有一啲嘅，我覺得審慎嘅概念嚇，即係我只不過冇諗過就係話，原來從聖經去睇嘅時候咧，兩樣嘢係夾嘅，係解得通點解一啲我覺得審慎嘅原則係或者公認審慎嘅原則咧，其實係即係好落地嘅，係喺聖經裏面都支持，咁開始就嗰個連結就開始出現，咁亦都可以咧批判到有一啲坊間可能做緊一啲嘅嘢咧，我個直覺都唔覺得係 comfortable 嘅，特別喺我呢個行業當中，我會有啲即係變咗我掌握嘅資訊比較多嚇，同埋對即係認識多少少，我就有啲嘅懷疑嘅態度嘅時候，你發覺聖經其實都係咁講，即係類似嘅嘢，咁所以係兩邊即係由一個嘅業界開始工作，到去睇聖經接觸嘅時候，即係嗰個整合，我就覺得吸引到我啦嚇。我諗聽眾朋友咧，咁都可能對你嘅工作啦好有興趣啦，或者你講過咁多講座裏邊咧，其實你有冇發現你面對個群眾之中咧，比你想象嘅佢哋嘅理財嘅狀況嗰個問題係有邊一類嘅係你令到你特別扎心嘅咧？但講座咧，通常都係單向性我講，啲弟兄姊妹去都可能問問題嘅嚇，咁但係就冇咁深入。我真正學習嘅時候，我發現咧係當我個別去傾，當我個別去傾嘅時候咧，我就會發覺真係好多人性啊，係人性嘅困難喺當中。技術性嘅嘢咧，你發覺咧就好似食飯咁嘅啫，豐儉由人。你識多啲，你咪做多啲咧；你唔識咁多，你咪按照自己所識嘅去做，都冇問題嘅。最大嘅問題係咩咧？最大嘅問題就係嗰個人性方面，呢個就係聖經最大嗰個嘅影響點啊！就係發覺咧，有啲人咧，即係佢有啲嘅唔知道邊度嚟嘅概念，我都頭先講過啦。我覺得係即係一個唔審慎嘅，唔穩健嘅。譬如話，有啲人總係中意咧就買基金
佢輸咗錢，佢都繼續去買，即係有啲嘅深印咗一啲嘅概念喺後面去。咁而呢啲概念呢，係譬如話佢會容易擔憂嚇，即係你一撳中佢嘅擔憂嘅位呢，咁佢就會買一啲嘅產品。嗱我點解會知呢？好多時佢同我傾，特別我依家呢，同好多準備退休嘅弟兄姊妹去傾。第一件事我會幫佢處理嘅，因為我問乜佢都答嘅嚇。咁啊，我同埋呢第一件事幫佢呢，就處理佢手頭上嘅資產。咁我第一件事要睇佢好多理財產品。咁我就會問啦，咦，點解佢要買呢啲產品？有啲產品係唔啱佢用嘅嚇，咁但係佢買嘅過程當中，你睇到呢，其實佢冇一個概念，其實話就係話呢，原來呢，我話俾佢聽，喂，你啲產品應該係服侍你，而唔係買完一大紮產品跟住唔知點處理，係嘛？即係話呢，我個概念當中嘅就係你應該有你嘅理財嘅目標。你知道自己嘅需要喺邊度，啲產品係服侍你嘅，係嘛？嗱，有啲好誇張嘅就係咩呢？譬如佢退緊休噶啦，佢開支都好少噶啦，但係佢仍然拎一嚿嘅開支咧去供一啲嘅理財產品。我話喂，嗰啲產品乜唔係你退咗休之後去幫你支持開支？調翻轉頭，你退咗休開支要支持佢嘅產品，即係本末倒置。好多嘅情況都係咁樣樣。咁呢個就明顯就係話咧，佢購買呢啲產品嘅時候咧，佢唔知道自己需要係啲乜嘢嘢。到佢知道嘅時候咧，已經太遲。嗱，我個例子係咩咧？好似佢買咗一個電視機，平靚正噶啦。但係翻到屋企先發覺咧，爭2寸係入唔到嗰個位啊，係嘛？咁點算好咧？我都坐咗喺度喎，我只能夠話俾你聽，你可唔可以退款啊？係嘛？退款都得，可能罰好多錢咯，係咪咁？咁呢個咧就係我最多見到嘅情況，就係話佢哋冇一個概念，知道自己需要點啊。到發現嘅時候咧，就已經比較遲啦。咁呢個嘅問題就俾帶嚟好多嘅麻煩。咁我就好多時候要幫你去處理咯。看誰有好策略，消費應怎去規劃？學習做個好管家。學習資源分與配，有接見未得應要賺，節制用錢不要亂去花，不去亂行。管好金錢服事主，理財有放定要將責任承擔，仔細用錢承擔負責。嗱，我咧就有個咁嘅經驗嘅，咁有一段時間咧，我就去做義工啦，學去服侍唔同嘅群體咁樣。但我硬係喺心裏邊就有一種感覺咧，嗰啲人識得出嚟求助嗰啲人咧，都仲有希望嘅。係。咁但係有啲人咧，佢喺一個困境裏邊，或者佢自己不自知，或者佢係仲未有力量去踏出嚟去求救。咁我其實個心咧就又好想為呢啲人咧去行多一步路㗎嚇。嗱，咁我哋講到理財咧，人人都有責任㗎。有啲人啱啱開始着手啦，有啲人即係啱啱先正想正視嗰個理財規劃嗰時候咧，佢有好多問題嘅，可能佢淨係會睇到，哇！我呢家收入又不足，經濟依家又咁差，我又冇儲錢習慣，我應該點樣開始咧？佢有個醒覺，我已經覺得，即係我哋有個醒覺已經係最寶貴嘅。咁但係有時我哋講到理財好多課題嗰時候，真係好 overwhelming 㗎嘛，好巨大嘅 project 嚟㗎，係啊。咁當我哋真係有心嘅，我覺得上帝會俾我哋第二次嘅機會嘅。咁我就想請教下你啦，究竟我哋應該點樣落手咧？係咪要從一啲基本步開始咧？咁嗱，其實就唔好諗到理財咧，好似好巨大、好複雜，一定要揾啲專家先幫你搞掂。其實好 common sense， 同你屋企執屋差唔多嘅啫。即係你屋企亂晒龍嘅話咧，咁你變咗你根本你活動個空間好少，你想揾嘅嘢揾唔到，你不過執好佢咁解啫嘛。由邊度開始執先？嗱，俾一件事就係話你執啦。譬如俾方一樣嘢就係話，另外譬如你財務方面有啲乜嘢嘢，你嘅資源擺落通處都係咧，你嘅時間啦。你個努力啦，同埋你自己其實你都有啲能力，有啲才幹，做一啲嘢特別叻嘅。點解呢啲嘢重要呢？就係你好多時你係用你嘅時間、努力同才幹咧去工作啊嘛。而喺財務管理方面，第一件事嘅就係你嘅收入啊。OK， 就唔好諗一開始就諗下點樣投資賺好多錢。唔係神俾我哋有工作嘅能力，點樣係善用我哋嘅工作能力，揾到一份工係啱我嘅。OK， 而我有好嘅發展，去讀應該讀嘅書，去幫助自己收入上面增加。
同埋咧就唔好俾咁多自己限制，就好似屋企咁，你一個好巨大嘅模型，你話死都要擺喺中間咁我限制咗你好多嘢啦同樣你做工作都好，你都需要有啲彈性，係唔係一定要係做寫字樓工咧？係嘛？但係你個發覺你自己嘅恩賜，你個強項唔係呢一方面，點樣俾自己有彈性啲，去令到個收入方面咧係相應係好啲嘅時候嘅話，呢個係好緊要。第一就變咗咧就係喺收入方面善用你自己神俾你嘅資源。第二就係咧控制開支呢個都係香港好大嘅問題即係咧好似如果你講緊執屋嘅就係點樣斷捨離啫。簡單講咧，控制開支其實只不過係將開支咧定下啲優先次序有啲係必不可少嘅開支，重要嘅嘢唔該即係要處理咗先，有餘先搞其他嘢啦。咁呢個呢，特別呢係喺對一啲叫做長遠嘅理財目標呢，就好幫到手啦。好似頭先所講到，係我真係要保障嘅，我真係要為住屋準備，我真係要為退休準備。當我知道呢啲需要嘅時候嘅話呢，我就短期裏面講控制開支，我就知道我究竟應該點樣嘅去定下呢啲優先次序啦。講到保障退休同埋安樂啦，喺馬來西亞出嚟做嘢幾年就已經有能力可能俾首期咁，但係喺香港咧，大家聽到樓價咧就會覺得躺平啦咁樣，離我好遠啦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實際都係需要去諗嘅。我覺得由保障退休同埋安樂開始講緊，令到我哋可以翻去正視，無論佢係點樣都好，其實你都要諗呢個問題。我諗係將逐個目標去知道佢個具體化，佢究竟係咩嘢嚟嘅咧？譬如話講到保障，其實一講到呢啲，其實係講最終係話即係對自己同埋對家人要負責任。我覺得呢個係神俾我哋做到負責任，即係話咧做最基本嘅嘢，呢個係我哋嘅責任，做咗先譬如話保障係咩咧？有時好心痛嘅，你多時咧耐唔耐聽到啲新聞咧，即係呢個工業意外係嘛？咁嗰個賺錢家庭經濟支柱嘅成員咁就過咗身啦，咁佢要養好多佢嘅妻兒咁樣，咁就面對好大嘅困難。所以咧，我哋係需要知道，既然係咁嘅風險嘅時候嘅話，如果你賺緊錢養緊家咧，你其實係真係需要買一個保障，好多時一啲嘅保險，一啲嘅 life 嘅 insurance， 去令到你可以有啲咩嘅困境嘅時候，你賺唔到錢啦，有一嚿錢賠俾你，仍然可以幫助到你所需要供養嘅家人。咁我覺得呢個嘅保障嘅字叫做必不可少啦。咁當然啦，有好多嘅醫療保障，咁但係我又會問啦，就係其實香港醫療制度都相當唔錯，係嘛？咁變咗醫療保險呢，就唔係嗰個我所講嘅必不可少嘅嘢啦。按照你自己嗰個嘅喜好優先次序去做咯。咁但係你分到咯。有啲嘅保障你係必不可少，頭先所講 life， 有啲就唔係啦咁呢個第一件事就係講保障上面咧，你要分到嗰個嘅優先次序咯。同埋我覺得都要有一定嘅認識，對於保障，有時有啲人可能一聽到保險就彈開噶啦，話一定係想嚟搶我錢噶啦，或者係佢分唔到，即係究竟人壽保險同埋醫療保險或者危疾保險係點樣唔同類型嘅一啲產品嚟嘅，咁所以呢個都係涉及到一啲insurance 上邊嘅知識，係啦。咁你所謂嘅人壽保險就係保障個生命嘅。嗱，我好簡單嘅咋，即係講緊咧就係我比如我年輕嘅時候啊，你人工係少係嘛，咁我太太係全職家庭主婦，咁我都擔心噶嘛，即係有咩事咁佢哋點樣咧？咁但其實嗰陣時咧，我擔心我係願意俾高啲嘅價錢去買呢個保障，但係其實保險公司咧為我提供呢個保障嘅成本咧係平嘅，因為我年輕係嘛，即係我怕死咁解啫嘛係嘛。咁嗰陣時我去買，我直情就去，我就知道自己需要嘅就係有咩事我翻天加能佢就會賠夠錢，即係我死咗佢有得賠俾我。咁我就淨係要一個咁 insurance。咁亦都冇咩儲蓄嘅功能啊，所有呢啲嘢。咁即係其實係噶，佢俾得保障你係要付費噶係嘛。咁我知道我嘅需要係咁嘅時候嘅話，好簡單去將自己嘅需要同唔同嘅金融機構問。咁佢咪個金融機構咪俾我唔同嘅產品，貨比三家，係冇錯啦，要格價嘅。咁你都過完調整，即係佢話呢啲詳情內容都講得好清楚。有啲咧自殺都有得賠，有啲人咁然後你格咗價嘅時候，你揾緊最平嘅咯。即係我高峰期我買過4份嘅人壽保險，全部都係每個月俾錢嘅咁但係到我年紀大啦，係嘛，即係我有個儲蓄都有咁上下啦，我啲細路都大晒啦咁我就變咗我啲儲蓄就成為咗我嘅保障咯咁變咗就嗰啲保險我咪逐份度 cut 咯所以人生唔同嘅階段，最緊要就係知道自己嗰個責任喺邊度
然後按住呢個責任去採購一啲自己明白嘅產品咯。嗰啲就係必不可少啦，就係睇下你嘅責任係乜嘢，依據你嘅人生階段咧去做調整，唔係話你買咗一個產品之後咧就一世都攬住。係冇錯，要管理嘅要。係啦，不定時要 review 嘅。錢係要揾，係要使，仲要識得點計劃，吔幾多，着幾多，阿女阿仔啲消費，投資有蝕有賺，風險要估計，咪實當我喂。每個人都有自己嘅金錢故事，就好似上帝俾每個人都有獨特嘅生命一樣。故事嘅開始你無法重寫，但係故事嘅結局你可以改寫。學習做個好管家，望買車，望買樓，仲要有一筆儲備，要儲錢，要退休，第日過得輕鬆，要靠你早啲開始預備。錢家有道，齊齊學下管理財道，錢家有道。退休又係一個大主題啦。有時聽到退休啦，話離我好遠啊，即係未開始預備。我就想問，究竟我係要幾時開始預備，或者我幾時教我女嗱？你依家5歲，你其實咧多幾多年咧，你就要開始為呢樣嘢着手諗。嗱，你即係咁諗法。如果我即係經驗所談嘅，即係你同啲年輕人講到退休咧，佢真係唔睬你㗎啦，係咪？因為太遠嘅嘢。的而且確咧，你一講到其實係唔同階段，佢哋有唔同嘅嘢，可能對年輕人嚟講，可能即係上樓係比較容易啲，令佢有一個動機去好好安排下嚇。咁退休咧，我諗好多時你去到40幾50歲咧，咁佢都會開始意識到嚇，即係我要將佢做安排。因為而家教會都多咧呢啲嘅即係退休準備退休嘅講座嚇，咁我發覺好多都係40、50歲嘅，咁係要計數嘅。嗱，我想打岔一下嘅時候，我嘅諗法就係我哋成日都講理財教育學校都冇教咁樣啦。咁但係如果我到40、50歲前我都一路冇理財嘅，咁我40、50歲之後，我攞乜嘢嚟規劃我嘅退休咧？我點算咧？咁樣OK， 咁要成套講㗎啦，係啊，即係你一開即係你一開始對我嚟講咧，即係幾時開始理財咧？你賺第一份人工，自己賺錢，自己使錢，你就要去處理㗎啦，嚇，你就要去管理。咁點樣嘅去？第一件事你要做好簡單嘅就係咧。你一定要識 Excel 啦，有個 spreadsheet， 將你所有嘅資產，你話好少啫喎，都擺落去啦，存款啊、股票啊、MPF 啊，擺晒落去，每一個月佢有個月結單㗎嘛，總數擺晒落去，然後咧就計個總額，呢個就係你嘅資產總額。嗱，你連呢個都冇咧，你冇得管理，呢個係最基本嘅嘢，因為點解咧？呢個叫收集數據嚇，即係咧你每個月入嘅時候嘅話咧，咁變咗你知道你嗰個總資產有幾多。有時有啲月份唔見咗啲數唔緊要啦，係咪即係對上嗰個月擺落去都得，最緊要嘅趨勢啊！因為咧，當你有咁嘅即係儲存呢啲嘅數據之後咧，你知道譬如話原來我平均我每一年係儲到幾多錢，咁你就知道如果我想達到一啲長遠啲嘅目標，比方我買首期，我想儲150萬或者200萬，OK， 咁我知道咁樣儲錢嘅速度，我會儲幾耐時間先達到目標，係唔係我滿意嘅？如果我唔滿意，我想快啲，譬如我同個女朋友快啲結婚，要見未來外父噶啦，我想講個好啲嘅數字出嚟嘅話，咁我咪有個動機，我依家減低啲開支，咁而立刻你哋會知道，如果我減低啲開支，我每一年可以儲嘅錢多啲嘅時候，我幾時咪可以達到目標啦？即係呢個係最基本最基本，你連呢個都冇啊，其實你唔係管理緊咯，嚇。係啦，咁因為我哋其實講，譬如話退休都係一個大嘅議題啦。咁其實我覺得，就算佢係依家20零歲，咁我哋都要俾佢睇到一下你退休嗰時候嗰個 picture 係咪啊？係咪啊？咁你可唔可以繼續講下退休係？嗱咁樣啦，如果你講年輕嘅去到呢度啦，咁跟住佢就需要去儲錢啦嚇。通常咩咧？儲錢第一個目標就係買樓。OK， 咁你買咗樓之後嘅話，由買樓到退休咧，呢個咧就係最儲錢最多嘅時間。就係因為你開始人工越嚟越多啦，亦都冇一啲大額開支啦，因為除咗你換樓嘅啫嚇。咁呢段時間咧，你就要諗下點樣嘅去儲蓄嚇。其中有啲人就擺晒啲錢落存款，有啲人咧就擺落去買股票，係嘛？擺落存款嘅問題咧就係你其實都係賭一鋪嘅啫。如果咧將來咧資產價格係咁升嘅話咧，咁你個發覺存款咧就大縮水。
但係如果你買晒股票，第一件事就股票生唔生性，你又唔知喎。你識唔識揀股票係一個問題嚟嘅喎嚇。咁所以咧一個比較我哋經典嘅 classic 嘅做法咧，就係叫做咧 50-50 啊嚇，就係一個就係將你整體嘅總資產，頭先咪講嘅，你個 spreadsheet 話到你個總資產啊嘛，你個總資產一半咧係現金係存款啊、定期存款啊呢啲嘅嘢啊，呢啲債券啊，一半咧係去購買一啲叫指數基金。指數基金都唔係亂咁買嘅，你買咧每一個地方當地嘅一啲被動，即係叫做香港叫做盈富基金，即係叫做咧係被動管理嚇，即係唔係一個基金經理真係幫你揀，唔係佢追蹤恒生指數嘅啫嚇。你每一個地方住咧，你就買嗰個地方嗰個嘅追蹤嗰個指數嘅指數基金嚇嘅啦。唔發達嘅講真嗰句，不過你知道自己買緊乜嘢嘢咯，係嘛？咁你就如果一旦個股票市場升升跌跌，你發覺你一偏離咗一個50-50嗰個部分咧，咁你就會一段時間，譬如去到55%，你就即刻調整翻，去翻到50-50。嗱，個關鍵點就係咩呢？呢個呢亦都係一本書叫做《Intelligent Investor》咧，就提出就係一個唔懂得投資嘅人咧，請你按住一個唔懂得投資嘅方法。50-50就係代表一個我唔懂得投資嚇，我唔點知道前面究竟個市升定跌啫，係嘛？一半現金，一半股票，股票我又唔去揀股票，因為我係唔識揀股票，我就買指數基金，係嘛？咁呢一個係所有一個唔識投資者嘅人呢，係一個起點。咁你跟住呢個同埋一個概念簡單，係嘛？同埋呢點解用呢個方法啦？破呢個係 O 唔 OK 㗎？唔係我諗出嚟㗎，有睇書㗎嘛？嗰本書叫 Intelligent Investor， 你網上一 search 咧，大把資料，係嘛？嗱，呢個關鍵嘅地方就係啦，我重複都係講理財唔係聽一啲人嘅意見，係多過呢個分享當中，你係咪攞到呢個知識？你係明白係屬於你用得到。好似我頭先咁講，呢個方法係有晒書睇，係有晒你可以上 YouTube 去 check， 然後你自己決定適唔適合你。用好唔用好都好，你就發覺呢，你係增進知識多啲，咁變咗對你理財成件事呢，你嗰個能力咪強啲咯。嗱，我哋今日聽到啦，保障你要知道自己嘅責任啦，去做保障啦。退休方面咧，你其實咧應該由你賺第一桶金開始咧，你就應該有一個意識，將你自己有嘅嘢擺晒落個 spreadsheet 度，知道你自己嘅淨值啦，係淨資產嚇，淨資產有幾多？咁可能你諗住你間屋冇嘢，其實你執埋呢間屋其實有好多嘢嘅。咁啊，你就將佢分類擺好。咁可能做呢個嘢咧都需要少少動力嘅。咁可能就揾屋企人啊，或者老婆，或者係團契裏邊啊，或者主內有啲好朋友咧一齊鼓勵，互相鼓勵去做咧呢樣嘢咧，係可能會做得有起勁啲嘅。天空掛，他肯跟你回家。金光閃，心中掛，他可使你成家。山邊的鮮花，多姿多彩，你愛嗎？他肯跟你回家。你怕硬幣很石馬，偏偏需要他。何時才捱完寒酸的身世？你如何換季？冇冷氣，要靠爛破風扇代替。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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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靜在200尺空間發揮，但願別逼到下世。要兩路安居，需要實際。請你忍耐到底。我有野心升職在上位。人人都食兩餸飯，唔通人人都想食兩餸飯咩？起身擘大眼，樣樣都係錢。唉，一講起錢啊，就心煩啊！唔好搞我啦！一同老公講起錢，佢就起晒槓，條數加埋起嚟成10萬，都唔知點同佢講好。拍拖成日去旅行睇戲食飯，
使錢好似洗手咁啊，可唔可以同佢傾下拍拖慳錢攻略呢？理財健康唔等於戶口數字，從小市民到大師級，正面看待金錢，唔好錯失理財良機啊！神啊，既然人人都要理財，究竟點先可以講錢開心啲，理財正面啲呢？由錢入心，由錢開始。What I want